艺术水个好，古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见摆若去夜市啊，看到人咧卖鸟来啊糖，3粒、4粒、5粒，签做一签，咱喙暖水就甜。啊，莫讲喙暖水甜啦，干那讲这个签，但台语应用多变化，真趣味。所以毋知迄天，咱解文说哩节目的制作人手骨甲我牵的，讲古种啊行，咱来找台长。结果阮去到电视台台长遐坐落尔，台长安尼大声讲最近吼预算较少。解文说哩，这个节目的预算，我看着爱减哦。制作人随甲拄，甲讲吼，你敢知影讲这个节目偌济人咧看？我看预算唔通减，着爱搁加。台长就应甲制作人讲，啊，你唔专工来牙签的，即句签，但台语应用头一句，咱来讲牙反对期，迄签啊渐你知吼，牙签就是讲，但吼无共款的立场，要来输赢的就对啊啦吼。你唔专工来牙签的。牙签，搁一个共款意思的用词，讲我做对价，立场无共嘛，你就是甲我对价嘛。我唔甘制作人，互台长安尼应，我就赶紧讲，但吼两位拢是我的同事，无互我加讲两句啊，含万较占悬。我甲台长报告，我即摆去到外口面，真侪观众朋友撞到我。拢甲国政啊讲好讲歹，无强在咱甲搬一边。毋过你安尼足认真听资料，阮甲你学了，所以确实解文说哩节目袂少人看，真正爱拜托台长预算甲阮加挂。台长就安密活过来国政啊这边，讲国政啊，你毋专工甲制作人两个斗一签来到遮，讲到即句斗一签，应用佫无共哦，毋是立场反对派，毋是牙签哦。斗一签就是国政头拄我咧讲，迄鸟来啊糖3粒、4粒、5粒签做一签，啊斗一签是啥？就是讲共同号的意思，就是未来到台长遮之前，两个已经串通啊，已经讲好要来讨预算，安尼叫做共同号。老辈咧讲共同号，少年辈咧讲串通，咱台语咧应用来较趣味的讲叫做斗一签就对啊。我讲无啦，实在是吼。好意来到遮，要听台长甲阮指点两句啊，搁要拜托讲吼，节目尽量甲阮支持啦。三个才欢喜讲来到遮，有影台语的艺术真趣味。才甲这个两句言词记落来，讲解文说你听好做一集，就是要表示啥？表示咱遮的时代，咱真正咧讲到呢，遮的长辈，恁会晓将签安尼伫咧应用，伫咧发挥，确实有影艺术，有影教。